讲到这守护环境，来看嘉义市中山路的火锅店，守护民众翕到这外口水沟仔内底呢，拢是浮油，怀疑就是业者偷排的。这影片伫网络引起讨论。即马嘉义市环保局接到通报了后，已经派人去到现场稽查，要来调查污染的来源。画面当中，通看到水沟仔内底拢是浮油，地点就在嘉义市中山路一间连锁咸桥仔火锅店。去互民众用手机翕到，民众甲画面放伫网络，希望相关单位重视。嘉义市环保局接到通知，下面就派人去现场稽查。水沟里面确实有一些浮油的部分，那相关的证据我们目前都还在收集当中。如果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会依法来告发。嘉义市环保局表示，业者惊去影响到环境，进前都已经有先请人来清水沟仔。那内底的浮油，敢是这间咸桥仔火锅店排出来？环保局讲，已经有采集水沟内底的浮油，会来调查确认。业者是回应讲，伊拢有按照公司的要求设置处理废油的设备。业者讲，嘛会来检讨内部的流程。我们因为都有依照规定的部分，每天去做到一个清洁结构槽的一个动作，那这边会谨慎的去杜绝这样的事情再次的发生。对啊，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品牌也是深感抱歉这样。餐饮作业场所若设有节油设施，必须经常清理干净。如未清理，将依据食安法第8条规定，请店家限期改善，在择日进行复查。卫生局指出，有派人去稽查业者处理废油的设施，业者嘛有提供逐工处理废油的流程资料，有要求业者爱维持排水系统的清洁。环保局嘛表示，会来调查清楚污染的来源甲责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